嗨，大家好，我係 Bob，歡迎你返到嚟5分鐘計量經濟學。喺前幾集我哋討論過二方差，二方差係唔會造成 OLS 估計量嘅偏誤或者唔一致。OLS 估計量偏誤或者唔一致係當模型當中嘅解釋變量係內生變量嘅時候出現嘅。解釋變量係內生嘅原因有好多，其中一個最主要嘅原因係遺留變量偏誤。當模型遺留咗一個重要嘅解釋變量嘅時候，模型嘅誤差項就可能會同模型當中嘅某啲解釋變量產生相關關係，佢會使得所有嘅 OLS 估計量都會產生偏誤或者唔一致。今日我哋要討論遺留變量偏誤嘅一個特殊情況。被遺留嘅變量係模型當中某啲解釋變量嘅函數。喺呢種情況下，模型出現函數形式識別錯誤，亦即係話模型冇正確咁樣描述結果變量同解釋變量之間嘅真實關係。最常見嘅兩種錯誤識別函數形式係遺留咗平方項以及遺留咗交互項。例如，如果時薪同年齡嘅真實關係係二次函數嘅關係，咁樣如果模型遺留咗年齡嘅平方項，模型當中嘅教育同年齡呢兩個解釋變量嘅 OLS 估計量都會發生偏誤。又例如，時薪同教育程度以及性別之間嘅真實關係包含咗交互項，但係如果估計模型遺留咗交互項，咁樣我哋話估計模型嘅函數形式發生咗識別錯誤。函數形式識別錯誤至少會帶嚟兩個後果。佢會造成遺留變量偏誤。我哋先回顧遺留變量偏誤嘅公式。我哋可以用矩陣形式嚟推導遺留變量偏誤公式。假設真實嘅模型當中有兩組解釋變量x1 同 x2， 但係我哋喺估計模型當中只使用 x1 嚟解釋 y 而遺留咗 x2。我哋會睇下 x1 嘅 OLS 估計量係點樣受到遺留變量 x2 嘅影響。呢個時候，估計模型嘅誤差項 epsilon 包含兩個部分：真實模型當中嘅誤差項 μ，以及被遺留嘅變量 x2 乘以佢喺真實模型當中嘅參數 beta2。寫出 x1 嘅 OLS 估計量嘅矩陣表達式，然後將 y 代替為佢嘅真實模型嘅關係表達式，我哋可以得到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係等於總體參數 beta1， 對 OLS 估計量取期望值之後，最後一項係等於0，因為真實模型滿足零條件期望假設。我哋聚焦第二項，佢係 x2 對 x1 嘅回歸估計所得到嘅矩陣形式嘅 OLS 估計量表達式，我把佢稱為 alpha。因此 x1 嘅 OLS 估計量 beta1 hat 係等於總體參數 beta1 加上 alpha 乘以 beta2。遺留變量偏誤就係 alpha 乘以 beta2， 佢係真實參數 beta1 同 OLS 估計量 beta1 hat 嘅期望值之間嘅差距。遺留變量偏誤嘅大細取決於兩個因素。如果遺留變量 x2 同
估計模型當中嘅解釋變量 x1 高度相關，咁樣 alpha 就會好大。另一方面，如果遺留變量對結果變量有好大嘅影響，咁樣 beta2 就會好大。喺兩種情況下，遺留變量偏誤都會好大。而家我哋嚟睇下函數形式識別錯誤係點樣造成遺留變量偏誤嘅。模型當中嘅所有 OLS 估計量都將發生偏誤。呢個模型將時薪同教育程度以及年齡聯繫起嚟。假設喺真實模型當中，時薪嘅對數同年齡嘅關係包含年齡嘅水平項以及年齡嘅平方項。如果我哋遺留咗年齡嘅平方項，咁樣解釋變量年齡以及教育嘅 OLS 估計量都會發生偏誤。因為函數形式識別錯誤係遺留變量偏誤嘅一種特殊情況，所以佢產生嘅偏誤係遵循剛剛推導出嚟嘅公式，亦即係話，如果年齡嘅平方項對時薪嘅影響好大，又或者年齡嘅平方項同年齡嘅水平項或者教育程度高度相關，咁樣遺留變量偏誤都會好大。我哋可以喺 Stata 當中嚟驗證呢一個遺留咗平方項帶嚟嘅偏誤係符合剛剛推導出嚟嘅公式。先估計包含咗年齡平方項嘅真實模型，我哋得到教育回報係 0.122。再估計遺留咗年齡嘅平方項嘅模型，呢個時候教育回報就變成 0.123， 稍微向上偏誤。我哋可以驗證呢個偏誤係符合公式嘅。公式當中嘅 beta 係真實模型當中年齡嘅平方項嘅係數，而 alpha 係年齡平方項對所有嘅解釋變量回歸估計所得到嘅係數。佢哋相乘嘅結果正好係等於遺留咗平方項帶嚟嘅教育嘅係數估計量嘅偏誤。我哋仲可以驗證年齡水平項嘅係數亦都符合遺留變量偏誤。因此遺留咗平方項會使所有嘅解釋變量嘅 OLS 估計量都發生偏誤。函數形式識別錯誤嘅第二個後果係邊際效應會誤導。例如，真實嘅模型包含咗教育同性別嘅交互項。如果估計模型遺留咗呢個交互項，教育嘅邊際效應就會被估計為一個常數 0.126。但係喺真實模型當中，教育嘅邊際效應會因為性別而唔一樣。女性員工比男性員工平均而言具有更高嘅教育回報，女性係 0.131， 男性係 0.121。因此，遺留咗交互項會導致唔正確嘅邊際效應。函數形式嘅識別錯誤係遺留變量問題嘅一種特殊情況。模型當中遺留嘅變量係某啲函數形式，最常見嘅兩種函數形式係遺留咗交互項同埋遺留咗平方項。函數形式識別錯誤嘅後果係所有嘅 OLS 估計量都會發生遺留變量偏誤，解釋變量嘅邊際效應會發生誤導。好多謝你收睇一期嘅5分鐘計量經濟學，我哋下期再見。